內地市場為港企提供機遇，稅制同埋融資方法同香港相比各有千秋。香港中小企應先了解，再拓展業務。其實大灣區內嘅部分城市稅制係有所不同嘅，所以企業喺稅務配置方面咧係需要特別注意嘅。大灣區為咗吸引企業嘅投資咧，喺招商扶持政策上提供多項稅務嘅優惠，符合條件嘅企業咧可以享受15%嘅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另外，部分城市為咗鼓勵企業加大發展資金嘅投放，仲特別喺銀行合作方面咧提供咗貸款嘅優惠。港企想進行融資，加快拓展內地市場，最好先尋找銀行伙伴。我哋集團喺大灣區內擁有3地4平台嘅獨特優勢，包括位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嘅大新銀行、澳門商業銀行、大新銀行中國以及大新銀行深圳分行，相信可以讓我哋靈活調配集團內部嘅資源，幫助企業。例如我哋香港嘅企業銀行客戶經理可以將有意發展大灣區市場嘅中小企轉介至大新中國同埋深圳分行，以便向各位老闆分享大灣區不同地方或者城市嘅稅務優惠以及融資方案等相關信息。就目前情況，中國境內銀行嘅人民幣貸款利率係低於境外銀行嘅美元貸款利率嘅。而境外嘅存款利率亦都相對較高，因為咁咧，企業可以利用呢個利率差，通過兩地平台嘅安排進行融資，以較低嘅利率獲取營運資金。大新擁有3地4平台嘅優勢，為客戶提供相關跨境融資渠道，例如內保外貸、外保內貸以及備用信用證等。除咗上述安排之外，針對大灣區註冊企業，我哋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融資方案，包括信用證復費亭、LC 復費亭、票據貼現、1+N 供應鏈等融資方案，協助各位中小企老闆因應業務需要同風險管理作出合適嘅選擇。融資方法多，企業要特別留意啲乜嘢？儘管可供選擇嘅融資方案眾多，中小企喺選擇方案嘅時候，應該根據實際需要作出考慮，選擇合適自身情況嘅跨境擔保貸款，或者使用支付結算工具，甚至乎貿易訂單本身嚟進行融資，避免過度融資或者因方案不合適而造成融資成本過高。另外，大灣區內部分嘅城市嘅政策不同，企業喺融資調度資金方面係需要特別注意嘅。中小企應該好好管理外匯風險，而市場上其實有唔同嘅衍生金融工具，例如遠期合約啦、期權啦，可以協助中小企對沖匯率風險。詳情可以向相關金融機構查詢，然後再出適合你企業或者個人嘅決定。當然，產品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另外，亦可以考慮聘請專業嘅顧問公司，或者熟悉當地市場嘅銀行團隊，為你提供稅務、法律以及金融等方面嘅建議。我哋大新銀行靈活運用集團嘅3地4平台優勢，彈性調配集團內部資源，迅速回應客戶需求，同時協助中小企制定跨境融資同外匯管理方向。例如，我哋可以安排客人喺大新中國嘅分行進行見證及簽署開戶文件，然後將資料傳送翻嚟大新香港開戶，客人就冇需要親自嚟到香港，慳翻時間成本去處理公司嘅業務。相反，如果香港嘅客人想開立國內公司嘅賬戶，我哋客戶經理亦都可以將客戶轉介到大新中國。今集營商有計，拓展內地市場必須了解稅制及各種融資方案。